咧就今日開放咗啦，亦都有職員帶我哋14個同學仔咧去參觀機場保安嘅日常工作。咁其實機場保安公司即係佢入面嗰啲係其實請最多咩人啊？機場保安就係保安啊！你生活裏邊有冇遇到保安？今次嚟到香港國際機場，我哋唔係講玩嘅，我哋今次會了解下機場保安佢哋日常工作，點樣守護香港航空第一線。呢度就係機場嚟㗎。心情點樣？知道你做啲咩活動？嚟到參觀嗰個保安公司。一嚟到機場，職員就即刻帶我哋去到機場保安嘅培訓基地，了解一下佢哋喺行李安檢嘅基本程序。啲人士啊做安檢咧，我哋就有一系列嘅一啲保安嘅設施喺度嘅。OK， 所以啦，我第一樣要介紹啲乜嘢咧？介紹就係話點解可以檢查到你身上有冇啲叫做過量金屬咧？知唔知咩叫過量金屬？機場安檢所指嘅過量金屬，其實係指旅客佩戴咗又或者持有過多有過大嘅金屬飾物，又或者裝置。一般嚟講，頭髮上嘅髮夾啊、手錶啊、手鐲啊，以至到可能你藏有一啲所謂嘅電子裝置、iPad、手提電話等等，都會觸動到啲嘅警報。當然，啱啱所講嘅都係一啲無傷大雅、好安全嘅東西。但係如果一個旅客佢所持有嘅係一啲利器、手槍，甚至係爆炸物嘅話，我相信成件事就唔係咁講啦。因為咁樣係會對旅客造成好嚴重嘅安全問題，所以機場保安點解出得咁仔細，絕對有佢嘅原因。邊個 check我？我冇帶違禁品嘅。原來係你都幾專業啊！好啦，大家都好叻，都望到呢度個電話啦，呢度對鞋啦，呢度啲衫啦，係咪有拉鍊成啦？唔該晒導師，好清晰地講解整個行李安檢嘅程序。接住落嚟，另一位嘅職員亦都同我哋講解翻整個機場保安公司嘅架構，同埋佢哋平時所穿嘅制服、工具嘅作用同埋功能。女仔咧就要戴啦，因為我哋平時戴帽咧，咁啊分辨唔到男定女。抗咧唔係防啊，你要知道抗只係不過有少少嘅防護性，只不過係唔係真係即係就算有人吉你咧，都可能會穿嘅，只不過係厚身啲佢味。咁啊，18隻狗仔咧，我哋其中有16隻咧已經係訓練完畢出嚟做嘢嘅。咁我哋出嚟要做啲。咦，有狗狗嘅？唔使驚。其實香港機場管理局同埋機場保安公司一齊成立咗一支機場保安犬隻行動小組，以加強應對航空保安嘅威脅。除咗一般嘅搜查工作之外，犬隻更加會擔任香港國際機場嘅旅客大使，集中喺非禁區同大家見面。唔知大家將來去到機場嘅時候，會唔會見到佢哋呢？係呢個啦，真係好勁啊！證明訓練有素。開心嘅時候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講拜拜。最後我哋影埋張搭照，今日嘅行程就此結束。最後我哋再次多謝機場保安有限公司嘅協助，期待下一次再同大家探索香港。